1924年1月20日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。共同的敌人，共同的目标，使国民党与共产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。当年国民党为了对抗日本侵华，和共产党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，孙中山做全国代表大会主席，还来外代表196个人参加大会。Thank you so very much。这个美利坚神和真侪人痴迷。美国好莱坞出名影星奥黛丽·赫本，1993年1月20日，在瑞士因为破病过身，享受63岁。奥黛丽主演的电影《蒂凡尼》早当是经典中的经典。伊做女主角的头一支电影是《罗马假期》，唔但可以得到奥斯卡金像奖、甲金球奖的最佳女主角，嘛可以变成经典的女神典范。